一年兩屆本地城市廣州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一定要嚟睇睇嘅，因為呢一度呢可以見識到每一年有啲咩新嘅產品、新嘅科技同埋流行係啲乜嘢，咁使到你呢長見識啦。咁佢係從4月15號就開始，總共分3期，一直至到5月5號結束。咁你睇下你對乜嘢產品感興趣，你咪邊個時期嚟咯。你可以上網去查詢嘅，睇下你自己係邊啲乜嘢咯。咁我呢，就當然老本行呢，就文體用品啦等等。但係我最中意嘅仲係食品啊！食品係相當之吸引人㗎嘛，係啊，好多好嘢食，而且任食任試，仲會追住你食，幾開心，係咯。咁呢一個交易會咧係非常之值得去嘅，我每一屆我都基本上都會去，我都參加咗無數次啦。而家咧主要係嚟逛逛，同埋食一食，好多嘢食咯，係咯。好啦，咁我又繼續去食嘢啦。係啊，你哋慢慢睇下啦。又到下一次再見啦。好了，再要一個謝謝。那麼這3年